来看这个高雄林雅区五号甲和平路口，早起一透早，有2台小客车烧弄，搁客着边仔咧等红灯的骑士，讲可能是要转弯的车无让直行车先行，2台车才会烧崩。尖峰时间，车有够济，十字路口一台红色要转弯的车，甲直行蓝色的车相撞，红车当场并车，搁要弄着停红灯乌多摆。蓝色车车头弄甲坏了了，安全气囊拢崩溃，红车是4脚翘上天，后车厢弄坏了了，钣金是密密茂茂，一条乌多摆倒伫边啊！这个惊险的车祸，好掉入车内，这个红车的驾驶惊甲离口。路面拢是乌油，现场是有够混乱，相关人员无用安打这个女驾驶。车祸是发生伫早起8点外，高雄林雅区5号甲和平路口。西洋车驶落来，女驾驶转弯的时，甲直行车相撞，过去弄了一条乌多摆，造成2个人有轻伤。怎样吗？不知道啊，他就是刚拜而已。是，他是要去上班的途中吗？上班就在这里而已。本案代理未受伤，中女妓女多处擦挫伤，送医治疗，意识清楚无大碍，本案无人酒驾。警方到查法材周遭，并调阅监视器佐证，初步分析事故原因为代理转弯车位礼让直行车先行制造事。驾驶拢无啉酒，详细调查原因，犹太交通大队去做分析甲判断，是讲上班前伫路口发生这款车祸，真正会互人着惊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